大家平安。今天7月4日，让我们一起来到主人面前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。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也让我们来领受上帝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敬拜吧。这个早晨，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把我们的全人全心单单的交给他。耶稣，我们爱你；耶稣，我们爱你。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。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对他来说，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。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，主，我在这里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。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身上的全所有。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能完成你旨意。主，这早晨单单来到你面前，我来到你面前，用我全心向你呈现。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到你面前，我来到你面前，全心向你呈现。耶稣，你是如此爱我，主，我单单属于你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。我唯一祷告，唯一的呼求，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。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能完成你。让我点时间开口，自由来敬拜他，单单来到面前，开口向他来祷告。来敬拜圣灵，敬拜我们的耶稣。再次把你的心交给他，把你的心交给他。主，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，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，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，就能够献给你，唯有我的心。
我这一生，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，能完成你旨意。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。透过诗歌，我们的灵要被你打开，我们的心要被你打开。透过敬拜，让我们全人全心来到你面前，降服在你面前，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。亲爱的主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，愿主你更大的浇灌在我们当中，愿主你赐下你的话语在我们生命里面。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愿主你对我们说话，愿主你的心意与我们同在，愿主你带领着我们前面要走的路，让我们所经历的事情都不是枉然的，而是主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你的境界里面。感谢主，将今天的聚会仰望交托，线上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今天7月4日，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7章第3节到第10节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列王记下第7章第3节到第10节。在撒玛利亚城门外有4个患麻风病的人，他们彼此交谈说：我们何必在这里等死呢？我们到城里去，城里有饥荒，我们会饿死在那里。我们坐在这里也是等死，不如向叙利亚军投降。他们最多是把我们杀死，但说不定会饶我们的命。于是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出发到叙利亚军营去。到了那里，没看见一个人。原来主使叙利亚人听见大队兵马和战车前进的声音，以为以色列王雇用赫人诸王和埃及诸王以及军队来攻打他们。因此当天黄昏，叙利亚人都逃命去了，丢下他们的帐篷、马匹、驴，军营也照原样留在那里。那4个麻风病人到了营地，进入帐篷，在那里又吃又喝。他们看到了金子、银子和衣服，就拿去藏起来，然后退出这座帐篷，进入另一座帐篷，再做同样的事。后来他们彼此说：我们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有好消息，不可不告诉人。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早上才说，我们一定会受惩罚。我们现在就去告诉王的官员吧。于是他们离开叙利亚军营，回到撒玛利亚，向看守城门的人喊说：我们到过叙利亚军营，看不见人，也听不到人声，马匹和驴都还拴着，帐篷也照原样留在那里。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列王记下第7章第3节到第10节。让我们再用一些时间来读今天的经文，来默想，来领受今天的经文。
大家平安。当我们在教会的时候，或者说我们在许多场合都会说到上帝在行大事，上帝亲自出手要做什么样的事情。但是在这许多事情当中，或许我们有可能也会跟昨天经文里面所记着这个思维一样，并不相信，并不觉得上帝会做任何的事情，并不觉得会发生怎么样的事情。但是也确实，我们也看到经文里面，在以利沙的身上，在他的那段时间，哇，上帝做了许多的神迹奇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期望你在生命里面有这许多的事情在发生吗？你期望上帝为你出手吗？当我们在讲大卫的时候，会发现有许多的时刻，上帝为他出手。在许多的时刻，上帝保守着他的生命；在许多时刻，上帝让这许多的恩典来临到他。因此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可能有许多的挑战；在你的生命当中，也会有许多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。在昨天的经文当中，我们看到这撒玛利亚城因为被叙利亚军队围困起来，因为这样的围困，他们的粮食越来越缺乏，甚至东西越来越少，也越来越贵，能够吃得到东西的人也越来越少。甚至在昨天记载的那一对妇女当中，他们在讨论要怎么存活下来，也只好吃掉自己的孩子，也出现了许多的状况。因此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也看见真的是物资缺乏到一个程度了。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我们看到在撒玛利亚城门外有4个患麻风病的人。这麻风病的人，他们就是不能跟他们的人住在一起，因为这是一个传染病。在这样有传染病的状况当中，需要被隔离。就像之前的疫情当中，我们发现有一些人生病，他们就要被隔离。他们被隔离就是怕被传染，他们去传染了许多人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这样的人他们是被隔离在外面的。这4个麻风病的人，他们被隔离在城外，他们不能跟城里面的人来住在一起。而在那当中，用宗教来看，他们是不洁净的人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当他们住在一起，他们虽然生病，他们有麻风病，但他们依然要过生活。所以他们在城门外，他们不能进到城里面去，他们在城门外，他们彼此的讨论说，我们何必在这边等死呢？所以在这里面，城里面的人也没有办法供给他们食粮，他们在当中也真的缺乏了。所以在当中他们也没有食物可以吃，所以他们在讨论说他们该怎么做。我想这也是我们的生命，我们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也在思考我们要怎么样来处理。我想这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会去想该怎么做。所以他们讨论，我们要在这边等死吗？所以他们在讨论当中讲到说，我们到城里去，城里有饥荒，也讲到说我们会饿死在那里。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，会经历到哇，如果进到城里面会饿死，那坐在这边也是等死，那不如就去找叙利亚军队。所以他们应该是有东西吃的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要该怎么办？在这边也是死，也是会饿死，进到城里面也会饿死。那去到叙利亚军队那边，可能以为我们是间谍，也会饿死。但是也有可能另外一个可能性是，他们会让我们吃。所以那边也还是有一丝机会的。因此在当中，我们可以去思想，我们要怎么办？要怎么办？所以这边讲到这样的评估也没错，留在这边可能等死，进入到城里面也可能在等死。那不如向叙利亚军队投降吧，最多是把我们杀死，但有可能有个机会让我们活下来，让我们有东西吃，这就是一丝的机会。所以在当中他们看到那这样情况的时候，在思考该怎么做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可能要去思考我们的生命什么样的方式会有一个出路。因为他们在做评估，就像刚刚的经文里面讲到的一样，
他们在做评估，究竟要进到城里面去吗？还是留下来？还是进到叙利亚军队那边去？我想这也是上帝的作为，让他们这几个生病的人能够有机会去到叙利亚那边，反正去哪边都差不多。留下来也是等死，因为他们的东西吃完了。进到城里面，因为他们被围困了好一段时间，进到那边也可能等死，甚至被唾弃。那何不去到叙利亚军队那边吧？那边一定会有食物，军队来到这边一定会有食物，我们就不用在那边等死，而且我们可能能够领受到很好的一个款待。当然被杀死就被杀死了吧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们这样的讨论，他们这样决定，所以在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出发到叙利亚军队去，但是到了那里却没有看见人。这不就是一个很神奇的景象吗？在那个军队当中应该是人非常多，因为他们要围困这个城，人会非常的多，但是却去到那边天快黑的时候却没有人。怎么看到没有人？因为天快黑的时候应该开始会有火把，会开始有很多预备要进入天黑的一些动作，会有火把，会有煮东西，会有人来人往的声音，但是却鸦雀无声，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。所以当他们进到那边的时候，天快黑的时候进去，所以也是今天应该也不会打仗了。天快黑的时候，他们进到那边去，应该也准备要吃晚餐了，但是却完全没有任何的声音。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很惊讶的，为什么这当中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一个军营，应该人非常多的一个地方，但却没有任何一个人。我想这两个人应该看不懂这是什么样的操作，他们究竟要埋伏什么？他们究竟害怕我们什么？当我们4个人来了，我们又不是军队，而且我们4个人都没有带武器，那他们在担心什么呢？这时候完全没有人，很不合理吧？所以当中我们看到，当这边讲到说，他们进到那边天黑快黑的时候，去那边竟然没有人。我想这四个麻风病人，他们应该非常的惊讶，而在当中也很小心翼翼的去看这些帐篷，军营当中这些帐篷，每个帐篷究竟是怎么回事。所以他们去到那边的时候，去看那些，到这边第6节这边在解释的说，原来主使叙利亚人听见大队兵马和战车前进的声音，以为以色列王雇用赫人诸王、埃及诸王以及军队来攻打他们。这就是上帝亲自出手了。当天子天军来的时候，带出了这许多的响声。当我们在看一些剧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会用很多的声音来欺敌，甚至我们看到有一些影片在讲到说，用一些音效让人以为是大批的军队或很多的警察来到当中，所以吓到了对方的军队，所以吓到了许多的坏人，所以用这样的许多情况，用这样许多的方式去欺敌。当然也有可能也不只是欺敌，有可能也真的是上帝的军队就在当中。还记得前几天所读的经文里面吗？在那经文当中，叙利亚王要去抓以利沙，当要去抓以利沙的时候，以利沙跟他仆人说，我们人比他们还多。当然以利沙可能看见他的仆人不相信，就求上帝开他仆人的眼睛，所以那仆人就看到，哇，有那火焰车，有火马在当中，所以看到非常的多，胜过那叙利亚的军队。在当中也是一样，当我们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也是可以看见上帝的大能就在当中。虽然这不是地上的军队，但是在那天使天军临到的时候，哇，这些叙利亚军吓死了。会发现哇，非常多的人，马车在当中，听到那个声音，就发现是一大堆人马
进到这当中，一大队的军队来到这当中，他们吓得赶快跑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为什么那边人都空了？为什么都没有人？军营都没有人？原来属死叙利亚的军队听到了大队兵马、战车前进的声音。或许他们派了5万、10万的军队，但是他们看到了他们听到了军队的声音，哇，更浩大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出手了，上帝亲自出手了，所以让他们误以为是其他的王联军来帮助以色列人，所以他们仓皇的逃命。第7节这边讲到说，当天黄昏，叙利亚人都逃命去了，也就是他们刚逃跑不走，刚逃掉不久，在黄昏的时候，而这4个麻风病人，他们是天快黑的时候来到军营，所以当他们在黄昏的时候逃跑，他们就全部撤掉了，赶快走了。而这刚走不久，刚离开不久，这4个麻风病人就进到这当中。所以在前面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已，他们以为有大批的人马来到，他们吓死了，所以丢下他们帐篷、马匹、驴，军营也照原样留在那边，也就是他们完全顾不得了。他们没有办法说把我们帐篷收一收走，带着我们马匹，带着我们的驴来把这些东西都带走，来不及了。所以他们留下所有东西，只有人走了。或许有些人还可以拿着他手上的兵器赶快逃跑，但是已经顾不得这么多了。东西拿着，可以拿的就赶快拿，赶快逃跑。甚至有很多人可能东西都没有拿，就像我们之前所遇到的地震一样，无论是今年4月的地震，或者是20年前的921大地震。还记得921大地震的时候，有很多人都顾不得了，或许只穿一件内裤就往外面冲了。我们看到火灾发生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有些人就是如此，顾不得那么多就往外冲了。所以在那当下也是一样，他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，东西都来不及拿，该听到那声音的时候，哇，很恐怖，就赶快离开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丢下了帐篷、马匹、驴，也来不及带这些，也来不及骑，来不及载走所有东西。所以后面讲到说，军营也照原样留在那边，就照着他们生活的方式就留在那边。所以他们在黄昏的时候逃跑，而这4个麻风病人在快天黑的时候来到这当中。所以这边也就是这军队刚撤走的时候，这上帝感动这4个麻风病人进到这当中。所以这4个麻风病人，他们看到那样的情况是很完整的一个状况，因为人都撤走，当然也看到那种兵荒马乱的样子。所以他们看到那状况的时候，或许心里就有个底，因此他们就进入那营地里面，他们就到了营地，进入帐篷里面。所以看到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，或许会有一些感觉出来，哇，他们是不是都跑掉了？但是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所以他们就在那当中进入那里面。这边讲到说，进入帐篷，在那里又吃又喝，看到金子、银子、衣服就藏起来。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，这就是某一些人的习性在这里面，他们什么都缺乏，而这样缺乏也在这麻风病人生命里面也是如此，因为他们比里面的缺乏更多，他们不只缺乏食物，缺乏金钱，也缺乏衣服，而在当中他们也缺乏被人尊重，他们缺乏被人关心，他们缺乏了非常的多。但是进到这当中的时候，看到这样丰丰富富的东西在当中，
他们要来打仗，他们预备许多东西，但是在那当下，他们全部撤走了，离开了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看到这样情况的时候，其实来的非常多，那帐篷可能上百个帐篷，但是他们这边讲到说，哇，他们饿得要命，进到那边有东西吃就赶快吃，在吃的过程当中又看到有金子有银子，哇，有很多的财物在这当中，他们就收刮了，然后有衣服，有可能可以感觉到，其实他们那套衣服可能穿得非常久了，又看到衣服，他们又拿起来藏起来，拿衣服来包着许多东西，来收刮了一个之后，又进到第二个，又进到第三个。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心里面就开始有不同的想法出来。所以对我们人也是一样，在我们缺乏的时候，什么都拿，什么都想要，但是在慢慢被满足之后，开始会看到不一样的情况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他们就这样做了好几次，他们进到很多地方就吃就收刮，这样一做又一做，进了一个又进到第二个，又进到第三个。所以在这里面讲到说，他们进到另外的帐篷再做同样的事情，所以在当中慢慢的他们需要被满足之后，他们的生命就开始不一样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也是如此，在许多缺乏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，但是在慢慢被满足之后，我们的生命就开始慢慢的不一样，会进到另外一个情况里面去。所以在这当中，我们看到当他们这样去收刮这许多东西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肚子被喂饱，慢慢的也会开始不同的声音出现。第9节这边讲到说，后来他们彼此说，我们不应该这样做。所以在当中，或许他们看到，哇，这几百个，我们一个一个去收刮，然后再去藏起来，再去拿，再去藏起来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来来回回，可能就一个晚上就过去了。但是有没有可能在他们这样举动当中，叙利亚人又派人回来看，好像没有什么动静啊，派人回来看，会有不同的看见，或许叙利亚军队就又回来了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当他们这样吃饱了喝足了，然后又拿了很多可以成为自己的财产的东西，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有不同的想法，他们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做，我们有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。有弟兄姐妹，你有这样领受吗？有好消息，你是不是都把它藏着？有许多见证，你是不是都把它藏着？但是这样是不是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？我们的生命里面常是如此，有好消息，但是没有去分享；有好消息却没有去讲。我们常常这样子，有好消息就只是成为我们自己的秘密而已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有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，不可不告诉人。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自己的私心里面，我们会觉得，哇，我先藏一段，我们先把这些东西藏起来，先把这些好的东西我先收刮了，先留下来了，其他的时候我们再去讲。所以刚才讲到说，或许这样做完之后，可能已经过了好一段时间了，但是在当中我们看到说，他们有这样经验，有这样领受，不要只是我们自己得享这样的好东西而已。所以这边讲到说，我们有好消息不可不告诉人。如果我们等到明天才说，我们一定会受惩罚。我们现在都去告诉王的官员吧。所以不要把这些东西藏着掖着，而是要赶快去讲。这边讲的时候要赶快去讲，不要等到天亮。那我们来想想看，天快暗的时候大概是7点左右，到天亮的时候，到明天天亮的时候再讲，可能也是明天的7点。这当中也又过了12个小时了，又过那么长的时间，可能整个情况都不同。所以上帝给他们这样恩典，让他们先喂饱肚子，让他们生命得以存留，但是也让他们去经验到说，他们有一个使命，就是差遣他们进到撒玛利亚城里面去报告这个好消息。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如此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要去报告好消息，而不是藏着掖着，而不是觉得这只是我们的领受就好了。当你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或许就像是那一个1000的人一样，把这个好东西藏着掖着，上帝要把你有的也拿走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需要去经历许多的事情，
让许多的恩典临到我们，也让这样的恩典透过我们去祝福给许多的人。这边有提到说，我们要去报告好消息，不要等到明天再说，不要等到以后再说。我们很多时候都会说以后再说，等我长大之后再说，等我怎么样之后再说。但是你的生命会存留到那边吗？你的生命会存留到那个时刻吗？你会在当中继续领受这样恩典到那个时刻吗？难保我们很快就忘记这些了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要赶快的去分享，我们要赶快的去分享出去，不要让我们一直在停留在那当中，而是要让我们去分享出去，让上帝的恩典去祝福给更多的人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需要有行动力，我们需要透过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所以当中我们看到这4个麻风病人，会不会就像我们一样，当我们在饿的时候，当我们在缺乏的时候，却又想了很多。他们前面有讨论说，当他们饿的时候，他们要进到城里面，还是留下来，还是进到叙利亚军队？他们当下决定进到叙利亚军营里面去。他们看到了那些，他们就开始搜刮，去到很多的帐篷里面。他们无法进到每一个，因为时间没有那么多，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在最后也提到说，他们要把这个消息带回到叙利亚军队带回到撒玛利亚城里面，带回到以色列军队当中，带给以色列的王。所以在当中他们也去这样子处理这一些，所以需要有行动力去分享这样的福音，把这好消息这样传播出去，不是想想而已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想想而已，我们却没有这样去做。第10节这边说，于是他们离开叙利亚军营，回到撒玛利亚，向看守城门的人喊说。所以这也需要行动力，而且需要勇气。为什么需要勇气？第一个，他们是麻风病人，他们不应该回到城里面，不应该回到城门那边去，他们要去那边去喊叫，去讲这些话。所以他们需要勇气去讲，而且讲了这些，大家愿不愿意听？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们要进到那边去大声的喊说出来，而且把他们所看见的、所经历的去讲出来，人家要不要信？会不会他们就这样被惩罚？而在当中，他们要把他们囊中之物来放掉。或许他们会觉得，哇，这应该都是我们的，但是你吃得下这么多吗？在当中他们会觉得，哇，这样的东西留在这边很可惜，他们要去分享出去，要把这个讯息来传扬出去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也是如此？当我们看见上帝的丰盛的时候，我们也很害怕怎么去讲，而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也很害怕别人究竟听不听。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说，他们回到撒玛利亚去向看守城门的喊说，我们到过了叙利亚军营，看不见人，也听不到人声，马匹和驴都还拴着，帐篷也照原样留在那里。他们确实照着他们所看到的去分享，所看到的这样讯息就带到撒玛利亚城去。但是在那当中我们看到，如果后续明天的经文里面也可能会看到很多人就觉得怎么可能，他们怎么可能到过军营，怎么可能没有人声，马匹跟驴怎么都还在，然后呢东西都还在照着原样，怎么可能东西都在人不在？但是他们却是要把这样大家所想象不到的讯息带回到撒玛利亚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命当中，若是你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你愿意去分享吗？当我们在看到这样经文的时候，其实也很像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是如此。在我们生命极其缺乏的时候，上帝供应给你；在你的生命如此缺乏的时候，上帝供应给你，让你不缺乏，让你丰丰富富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此，
我们在生命当中也常说，上帝是丰盛的上帝，是丰丰富富的上帝。但是我们生活，我们的生命过程当中，却是过着如此缺乏的生命。我们在许多情况当中，却是常常陷入在那个状况里面，在缺乏当中。我们看到这样情况，我们没有去寻找出路，所以我们看到撒玛利亚当中被围困了，他们很多的缺乏。在这4个麻风病人当中，他们生命里面各样的缺乏，所以在当中他们有可能很多的紧张、害怕、担忧在当中，不管是留下来也缺乏。所以这当中让我们看见就是如此，我们留在这当中是缺乏的，在当中有可能等死，在这当中有可能什么都没有。我们回头去看见去看见那个状况，去领受那些的时候，也想到撒玛利亚应该也是缺乏了，唯有往前走，去到敌人的地方，进入到那个上帝要你去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们害怕进到军营里面去，进到敌军当中，但是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上帝要让这4个麻风病人他们进到军营里面去看见那样的情况。上帝已经先为以色列人出手了，上帝为着以色列人出手了，所以进到那个地方去，已经不同的情况了，已经不是很多人在那当中了，而是里面变成了空城。在那军营当中已经变成了空城，上帝亲自出手，亲自为以色列人出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是不是要领受这些？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要领受这些？在我们留在这边也是等死，回去也是等死，那是不是我们往前进，我们往前走，继续往前去看见上帝为我们出手了，去看见上帝的祝福临到这当中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陷入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我们担心，我们害怕，但是上帝要为我们出手，要祝福在我们当中，要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就在当中。当这些乞丐不是乞丐，这些麻风病人他们进到这当中的时候，他们会有这样的看见，他们看见了上帝已经出手，而且看见这样的丰丰富富，这样丰盛在这里面。上帝为以色列人出手，让这4个麻风病人看见了，他们看见这些所留下来的，也就是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祝福，透过叙利亚人所带来的。所以在那当中，让这4个麻风病人看见这样的丰盛，看见这样的恩典。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，在这样的丰盛的里面，让这4个麻风病人，这4个人家最看不起、最不想要，把他们隔离，把他们赶到城门外的，去带回这样的好消息。而在当中，我们看到这4个麻风病人，也就是他们在当中看见自己的缺乏，而在当中也看见自己的使命，不单单只是留在这边享受而已，而是要继续往前，把这个好消息带出去，带给这个国家，带给撒玛利亚城的人，带给以色列王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生命是不是常是那样子，裹足不前，不想往前，不敢往前走，想要留在这边就好了？但留在这边是不是也缺乏？常常就像那一本书一样，有一本书在讲说，谁偷了我的乳酪？在那个过程当中留下来，把你所有的东西都已经享受完了，然后再想，谁把我的乳酪抢走？在他缺乏当中，他也不知道要往前走，但另外一只老鼠他已经离开了，他往前去到一个更丰硕的地方。因此这4个麻风病人，他们去到丰硕的地方，去到军营里面去，或许会害怕，但是上帝已经在这当中掌权了。他们后来又把这个消息带回撒玛利亚去，让这些军营的，让撒玛利亚城里面的人也能够领受这样的丰盛，从缺乏当中进到丰盛，从缺乏当中去经历到上帝的赐福，上帝的预备，也去看见上帝亲自
为以色列人出手了。而在当中也让他们知道，他们不单单是要自己享受而已。我们生命里面常是如此，就觉得我们自己享福就好，我们自己享受就好，这些都是我的。但是他们也发现不是如此而已，他们要将这样好消息带回去给这城里面的人，要将这样好消息报回给他们国家，要将这样好消息带回去给他们原本的群体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不是也是上帝给你的生命，给你的使命，把你所领受的好消息去带给你所居住的那城的人？那城或许是你现在的社区，那个城或许是你的工作场域，那个城或许是你可以接触到这许多的人，这城或许是你所想得到你的家族，你过去的好朋友。在你的生命里面，是不是觉得你现在情况没有很好，你过去也没有很好，但是当你往前进的时候，去经历到上帝的恩典，要让你回到你过去那边去。所以在当中，当你带领这当中的好消息回去的时候，我相信也会跟这些麻风病人一样，很挣扎，很担忧，但是这却是他们所需要的好消息。因此在当中，透过灵修，透过 QT 当中，让我们去听到上帝的声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我相信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领受。让我们接下来有一段时间进到默想，再来默想今天的经文，再来回应上帝的话语。或许上帝也透过这些经文在对你呼召，上帝透过这些经文要来赐福给你。让我有一些时间来默想今天的经文。现在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的祝福。主啊，我们常常在面对自己生命里面的缺乏，生命里面的软弱，生命里面的疾病，我们常常陷入在这许多的缺乏当中，在进入这许多的难处里面。但主，我们要将这些摆在主你面前，恳求你帮助我们，恳求你祝福我们，也将这许多的恩典祝福在我们当中。现在主，我们常面对这样的缺乏，以为自己是缺乏的，但是我们忘记了你是那丰盛的上帝，你是那愿意赐福给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当你将这样丰盛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继续抱着自己的缺乏，自己的贫困。在面对这许多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停留在这当中，自己在享受而已，停留在自己的自私里面。主啊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不是停留在当中，而是进入到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，进入到你所给我们的使命里面，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你，去领受你的恩典，你的祝福。亲爱的主，愿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领受这样的丰盛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你；让我们领受这许多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回来到你面前，让我们透过这许多的事情，我们单单的仰望你，
主啊，在当中你给我们的使命，也让我们大胆的踏出去，让我们大胆的往前，不是停留在这边，也不是回头而已，让我们往前去领受你所给我们的丰盛，也将这样恩典带回去你要我们带回去的群体。主啊，让我们生命不再一样，让我们生命被你更新，让我们生命得着那更大的恩典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生命里面不再缺乏，不再饥饿。你要让我们得着饱足，你要让我们得着丰盛。感谢主，愿主你让我们继续的透过每次的灵修，透过每次与你同在，你就赐下你的话语，赐下你的大能。感谢主，我们要将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，将今天的领受仰望在主你面前，愿这些成为我们祝福，成为我们每天的粮食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愿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，给上帝空间，给上帝时间，让我们将自己摆上，让上帝悦纳我们所献上的，也愿上帝将我们分别为圣，赐下这恩典与我们同在。愿上帝祝福你。